人讲台顶3分钟，台骹规厝经。伫咧婚礼赛咧，有一名介意武术的少年人，以米烂练习，总算是伫咧今年全国性的比赛摕到头名。暗时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，做伙来看因是安怎结合创意，呈现这项传统文化。米烂练习几个月，为赛历来红埔新团武术队。总算伫今年的全国创意送钢顶头的比赛当中摕到头名。这个每一年向全台湾各地高手来遮比赛的武术竞赛，参赛者咧比的毋但是技艺，更加是对传统的热情甲支持。非常无简单吼，拼10年啊啦，终于拿到第1名了，好感动哦！谢谢各位。我愿意永远都在最后面，不许大家往前走，这是我的梦想。所以今天拿到第1名，人讲台顶1分钟。台骹规厝经，为着互功夫更较熟手，这红埔新团的少年人牺牲因休困的时间，拍拼练习。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，成员之间难免内部会有无共意见。不过，因也是选择互相扶持，找出互相适应甲配合的方式，互学习武术的这条路，真做培养大家有共同信任的过程。练习迄排是讲，我应该针对基础对练习，以后出去表演的效果会较好一寡。上番其实拢是为阮团队好啦。咱一个小小团队，啊，若是小可代志拢无法度处理，阮个无法度做大代志啊嘛吼。在这个全国创意送钢顶头的比赛当中，红埔新团的团队摕到金牌。这个少年人有着顶，不过伊嘛真了解，这毋是重点。因为武术毋但是拳头尾的功夫，更加是文化的传承。在咧切看武术精神的修行，团队会结合更较多元的创意，互武术的水会当有更较侪面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